位伫开源进行公园边，原美国学校的旧址巷弄内，最近新开一间产后护理之家，楼悬有11楼，外观以自然的清水模建筑。业者选伫农历过年前来种菜启用，现场贵宾云集。安保呢，事实上是从2017年就开始，我第一次跟我们安安的潘院长，还有我们的李广医师去府都的 Double One 那边去跟进赏谈过以后呢，进赏就很积极的来推动了所以我们跟进赏还去参观很多，甚至到新年去参观那一家月子中心，完了以后就开始设计，很快，事实上整个硬体我想府都在盖的伊的基础不是盖的，它是真的是很扎扎实实该中心强调科学甲传统的结合，为府城乡亲提供上完整的做未来服务。对高规格婴儿室人员出入的空气滤尘室，会用的自动感染源，另外还有空气交换过滤机，甲母婴身份查核的电子化，拢是产后护理之家的一大亮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